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3，马太福音10章32到33节安尼讲。所以，伫人的面前宣认我的，我伫我天父面前嘛会认伊；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，我伫我天父的面前嘛毋认因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伫人的面前宣认耶稣是基督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荣耀的天父，你是古早到现在永无改变的上帝。你看得阮的懊恼甲敬拜，主啊！你坐伫宝座顶掌权，你的名权过天地万有，万民拢要来跪拜，万国拢要来学乐你是主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阮有时因为惊别人的眼光来乱录，直到无勇敢出声。主啊，求你找圣神帮助阮，互阮勇敢伫阮所徛起的环境中，拢勇敢来承认你是阮的救主，阮的主宰。因为你讲，若是伫人面前认你的，你也要伫天父面前来认伊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